到底这个都市甲偏乡的囡仔所食营养午餐差离的大咧？敢若费用就差真多咯。南投一顿是35块，台北是60块。伫个都市普遍拢是一项的主食，一个主菜，3个配菜甲一碗汤。伫个偏乡是减一项的配菜。嘛因为运送困难，常常拢是今仔日送明仔载要煮的菜，所以偏乡的囡仔所食到的食材，拢较无遐尼青。透早召开阿姨就无用洗菜切菜，南投仁爱国中200位师生的五脏庙拢靠伊。一边肉丝炒花菜，另外一边伫炖番麦排骨汤。这学生享受到这个好食的中昼顿，唔知讲背后食材有偌辛苦才送来。 他们比较大，他们会觉得这个路线不敷成本，所以我们必须跟整条路线的国中小做一个联合，属于感恩他们愿意送菜上来，我们也没有每天送，也是看厂商怎么样，我们就尽力配合。 所以讲，较偏僻学校学生时常巴都食到上新鲜的食材，更加免讲政府即马伫送的4种EQ的有机食材，就是讲由这个资源部台湾优良农产品，也是有机农产品认证的食材。依照目前农委会登记的资料显示，台北市使用4种EQ的学校有58%，南投较无4成。 台北团县的业者将营养午餐送到学校，一箱一箱分好，予同学摕转去教室。以3月20午餐为例，台北市花城国中的中昼顿主食是麦仔片饭，配菜是鸠汁肉片、豆腐糋、花菜甲一项炒青菜，拢是有机食材。南投毋但配菜减一项，食材嘛不一定是上新鲜的。甚至两个所在，同学拢认为讲，都市的营养午餐较有变化、较多元，增开较无符合4种1Q 的规定。 有就是意大利面啊、炒面，然后饭也有紫米、炒米饭那些的，对。你觉得好吗？好啊。怎么说？因为每天可以吃不一样口味，就比较不会腻。台北吧，因为就比较多菜色啊。为着好囡仔食了健康，有立委希望讲会使推动国校有专职营养午餐的午餐秘书负责所有的代志，学校嘛同意。 承办人员是卫生组长，那其实卫生组长平日的一个工作已经非常繁忙了，必须要负责上课，还有学校的一个环境卫生，还有学生一个健康，以及等等教育的一个政策，必须要去配合。那还要去负责这个午餐的话，确实对卫生组长的 loading 是比较重一点。 除了要解决骹手无够问题，要安怎降低营养午餐都市甲庄脚的差别？乡间相关的单位都要加用心。